2024年总统大选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宣布，国联会前秘书长金溥聪加入团队做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。金溥聪嘛对外表示讲，主席朱立伦是球队的头家，也过外界认为讲，朱立伦比明星暗杠。针对这点，朱立伦强调讲，胜选是共同目标。侯友宜甲韩国瑜将伫明仔载正式公台，伊嘛表示讲，哪样都要整合才会当胜选。国民党全力打，国民党全力打。带高雄南洋党员主席朱立伦话全队打人口好，不过这场战免做拍才水开嘞。我也在强调一件事情，我们现在重新整队啊，7月1号竞选办公室会正式成立。尤其号召了非常多优秀的人才加入。金钱秘书长在过去在选战的操盘以及对于文宣媒体很多的经验上面，都是让大家非常敬重的。那我们就是一个大的团队，我作为党主席，一定是希望整个团队越来越好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会伫明仔载成立，国联会前秘书长金溥聪领军担任执行长的会。人事案一日出来，伊嘛讲主席朱立伦球队头家，希望伊会当提供资源。不过伫咧主持媒体人来看，金溥聪这个2024事，第一刀就是处理掉朱立伦，暂停介入权力竞选的可能性。绝对不要被绿营见缝插针，也不可能照绿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，想要制造纷扰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一定是团结在一起。爱大家团结整合，莫互别人影响。不过对外界伫咧流传，还有其韩国瑜两人敢有心结伫咧，进行这合体来回应大家。侯友宜市长跟韩国瑜市长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啊。那韩市长他非常支持我们国民党的提名的候选人，包括我们总统，包括我们立委候选人。无讲袂好，嘛强调明仔载得正式徛到阵，就是希望党内会当赶紧整合，才会对选情有利加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